路眼點哦，用合法工人點傳，就是說免費的麻油煎蛋。哇，好好哦，那我們應該要去台南發展呢。對啊，他們應該是包了整節火車哦。媽呀！因為我看，因為你們3代都來了啊。對呀。而連火車司機都他們自己人。你已經一生你已經剪過幾多百條亂？沒有。下班長哦，那是下班長。下班長哦。希望他們結婚幾多年？35。哎，數字不一樣，數字。等一下，有點撞誰的時間比較久？是不是剛才有說那個答對要親一個？親一個，親一個。是最快的是桂梅姐，太香啦，忍不住就用咬。要給你弟給女朋友哦。節目當個一講氣咧嘛對米嘅。專業的激動專家，真專業的好強。家裡最近吃了幾顆鳳梨啦？買一箱。買一箱來練。你這個黑落去都不用唔睇咧，我平常食，我準備先吃一大包啊，我們小孩超愛的。三年唔讀書，面目可憎。這3年唔做判呢？可能會像我安樣哦。不好意思，照妖鏡的部分。哎呦，被自己有點那個髮型上面喊走的了哈。哎，注意看哦，動摸汗吶，摸膝蓋料理啊，這摸拐彎又得有面目可憎呢。哎呀，姑說等下要看書，就幫你做解答。你心裡想一個問題，想好了嗎？好，這是你的答案。這是你的答案。那可是你的榮幸呢。對。牛頭講到麻木呀。姑說要看書沒有做出來，這是你的榮幸。沒錯。又愛看書，又愛看一家自主。唔錯，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提前來分享到給黑暗的安妞黃師傅。大家好，大家好。這是你的榮幸。好，首先還有來分享到係黃燦廷可樂師傅。大家好，我係可樂。大家好了呢，我來分享到你風吹參賽者當有心哦，大洲就對南部上來高雄美濃的兩公婆，分享到志武哥跟慧芳姐。啊，今日志武哥較排這個帶隊做嘅咩？今日咧，甲姑娘組嘅主角挺好吃咧，好吃都熬痛牙齒哎，很怕。啊，你別這樣等於要報名2次，現在是要看你漂亮的牙齒。好，謝謝。好，稍後來看一下白欠牙齒係來自苗栗南莊哦，記得係母女檔哦，胡桂美、徐萍。大家好。歡迎。好朋友誒，我老桂梅姐有看過嘛？哈，有男裝。徐萍應該沒有啊。那個老瑞文姐應該有看過。牙哥哥老幾天嘛可以管黑。我哥哥是數學老師。啊，你還是數學老師啊？不是吧？那我們等一下來拍個照。也不阿哥來看。嘿。好，來看一下今日安和南部上來，幾副卡都上來。係哦。海膽帶滷哦。要麼該。古早的麻油雞、糯米飯，是假做嘅。佢見狀啊，臭皮啱補多幾毛佢冇。又人啊！不怪啊，木柱風風呢。係啊，當香啊，係香哦。哇！我幹嘛？當香，點解個話點香？係好識幫人做嘅。係太太。哇！冇怪唔怪好事都連牙齒都吞落去，人家喺屯上買你吞牙齒。誒，記得係高雄嘅米濃嘅客家麵，不過曬到台南係推廣客賣。而且，是這個你本身就有開店賣嗎？有。哇！直接打開台南嘅客家世界。客家湯。唔知記得做乜計？為記到台南嘛推廣呀。做乜？客家話。對，超。它有一個活動很有趣呢。對呀。馬該發湯。我哋點行喺路眼點行用合法嘅我哋點傳，我就送免費的麻油煎蛋。哇，好好哦！那我們應該要去台南發展啊。係啊。希望講吼，今日後生吼，佢都雖然講以客家莊，啊唔到會講客，係希望講嘅嘅吼講客吼，該推廣出去。推廣出去，錯。啊，廿四年有冇講？我係18嘅，我係18的，那只能吃半顆蛋。哦，實際下來看一下南處的一道哦，南種請有名的係嗎？來。
嘿，鹹甜飯，嘿，你肉飯麼？嘿，肉飯，肉飯啊！來，同一批咧，一般過年就是做個甜飯、鳳頭飯，或鹹甜飯。你吃下周味嗎？我的好姐妹啊，好吃哦，好吃。虛評哦。她有在加強。妹，真的好香耶，重要。真都茶餐用添。啊，今日兩賽馬殺來報名，你來。然後今日趙新長那桂梅姐搞。真的呢？品種多啦，她一直拒絕我。哦，你也是昨天沒睡覺的吧？對。兩隊要不要先休息個半個小時？先睡一下。燈光關暗一點。我表起來哦。我們先幫大家暖身一下，先來搞一下遊戲。沒問題，Andy 先來暖身了，金行體育館嘅 PK 咯。用錢來挑戰。第二關考驗兩嘴對食材嘅認識，還有對客家文化嘅了解。唔但唱愛動腦筋，還愛比反應。兩片變數量，順來萬人較厲害。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哦，大家緊張起來了。等一下哈，總得秀哦，因為他們小朋友今天特別請假過來。他們應該是包了整節火車哦。媽呀！因為你們3代都來了啊。對呀。而連火車司機都他們自己人。對呀，有暗後的事情嘛。好啦，暗講行要講真實啊。因為等下來比賽嘛，哈，兩嘴講起來嘅總成績啦，就代表講師傅做的先幾道紅食材來變料理。好，來剪刀石頭布，剪刀石頭布，來讓你攬嘴先來。阿公婆，阿公婆最愛，哦，最愛嘛該，你就單身。客家人都有嘅半夜放假，會用舞伴來敬神，也係講敬祖先，有乜嘅意義呢？A 係代表長壽，B 係平安，C 係豐收。好，你想法嗎？用爐頭擺嘅想法來想看。係豐收。我覺得慶祝，可能慶祝之類。好，豐收呢個選項，係哦，來看下正確嘅答案係潮氣。哎呀，像那個半夜飯嘅時節咯，就係五二壽星嘅時節啦，所以早期嘅客家人哦，會用豐收啊、團圓嘅一種象徵，所以會用五二來做飯來敬神，也係拜阿公婆祭掉。哎呀，剛剛好係五二壽香嘅時節啦。我們操風吹，我們一定要加油，風隊。好，攬水先得多幾分，問風吹來先。而且 Nady，愛食愛食。好，冇問題。關於就是嘅講法吧，吼，哪個較正確？A 係講一個蔥抓片，係到中國山東來嘅蔥末；也係講 B 嘅阿給啊，淡水阿給係日本人發明嘅；C 係講雞排係起於士林夜市。嘿，哪家係正確嘅，正確的？看得到嗎？B 嗎？很肯定呢。你有學過阿給嗎？我有聽過，有。阿給台南名產嘛？不是。你哪道誒？一條條讀書。哦。好啦，前幾年養去日本料啦。哦，好幸福哦。日本料有談過。我問他為什麼，結果他給晒恩愛。很幸福，那答對要親一個哦。好，講好了，準備好了嗎？不能隔着口罩。好了，電普查正確嘅答案係。其實阿給唔係日本人發明嘅哦，阿給係台灣自貢啦。個頭擺就是概念咯，就按照楊正景文女士哦，佢為到冇打算啊賣春嘅食材啊，佢看到日本人哦，雖然係攞日本有相關，佢看到日本人用豆腐包食物來食哦，所以有兩隻想法。啊，拄好阿給嘅意思係嘛嘅咧，就是日本化的豆腐油包。啊，雞排就是東英想講哦，雞排士林雞排挺有名哦。我水做哦，對數到就是該按照台北正姑媽小吃店，該時掉因為向不用啊，冇人愛賣啊，挺便宜咧，價格相對下低。正姑媽就用韓肉菜來落去滷一下，用油泡的方式，把那種濕潤的果粉改做像現在這種香酥多脆的香雞排。太難了吧？哎，媽，下一題張國錦，要不你先練習比下哈。好，下幾題攬嘴。食材嘅人。哦。好，來看一下咯。客家人講石頭橋係講乜人呢？A 係講青南河嘅人啊，嗬。B
B 係啊嘅隨機應變的人，C 係講無想法的啦，無主見的啊。A 固執己見係嘛？像哎，你也是像10條胸樣安尼啊？係啊，東南角，東南角。你喊幾10條，還喊幾狗？不是去東南角㗎。哦。好，我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 C 10條狗嘅意思哦。其實咯，有3種意思啦。咁講吼。第一種我大家講就係冇主見嘅，因為冇埋想法嘅啦。第二種呢就當集中會插嘴，因為按到10條橋。第三種就係做事情啊，動衝動咧，完全不像哎。係啊，所以咩隨機應變，咩固執己見。沒關係，沒關係，那你們加油了。對啦。我是咧，用差讀咩10條橋？吃麻油雞飯了。撒下來。唔好衝動，好，不要衝動，不要衝動。看一下哦，風蔥頭，它也夠好，會變乜嘅呢 ？A 係青蔥 ，B 係豬蔥 ，C 係大蔥。紅蔥頭，這個簡單。紅蔥頭長大，它長大會變什麼 ？B， 哎呦，豬蔥，為什麼？它就是它的筋是紅蔥頭，上面就是。有看過啦，有看過。好，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恭喜！冇錯，豬蔥係嘛嘅咧？就係風蔥頭佢上出來脆白的嫩筋該接咯，就按到豬蔥。將紅蔥頭哦埋到土裡面，因為差不多3日過後，就是上到成啊，直到長差不多20公分以後時候咧採收，就按到豬蔥。恭喜！哦，又好學了哦。藍隊。潤潤的幸福，淡淡的，接中題。好，等下第二個講呢，等下男主要派出去3人哈，都要1分半當中，就再剪出一種完全冇爛體嘅一個爛皮哦，就算過關呢。好咯，一個剪一個幾爛皮應該冇問題啦。閨蜜姐，你已經剪一生，你已經剪過幾多百條爛？係啊，下班咋哦，那是下班咋。下班咋？徐平講哦，閨蜜姐佢最袂做嘅就係剪財富爛，所以這今天冇財富啊。但重點是不能夠破洞。哎，走對咯。哦，加油！你如果煎得成功的話，他們會請你煎麻油蛋哦。好了，3、2、1，搶開始。哦，還有技巧的。冇得轉，冇得轉。你3音走哦，你3音走停停哦。不是胸部，不是全部弄哦。哎，你自己搖一下，搖一下。失敗還有。你要把它搖一下，把它搖過去，搖過去。走對了，等下注意那就扁一下哈。要翻嗎？要。好好，等幹啥啊？徐平安，你在旁邊幹嘛？看笑話，看熱鬧。志武哥，還有坤要做的嗎？昨天會講哦。庸俗。應該係。庸俗做的咯，你做的庸俗哦。鐵砂掌。你像用馬都做的。還會用徐平哦。你也可以蓋過來，你也可以蓋過來。來，你也可以蓋過來。不要亂撞。觀眾朋友沒看到，沒關係。沒關係，不用。用那個，用手，來盡力點，盡力點。不用。不要割到。要啦，冇觀專家檢查啊。等下做的。做的，佢講。講啊。安陽有帶粉嗎？有。有啦，好，像在半夜半空用嘛。有，像吹風咯喏。專業的過關。耶，完成這個風吹邊都轉了。對，我們現在領先哦。副彩票邊都轉了。你是神隊友。神哦，我們不是神哦哈。來看一下。還有。哇，這個要怎麼玩呢？等一下哈，我們來出題目啦哈。利用上呢，向下來回答，總共有2題。希望呢，你利用上你嘅答案都係相同嘅。哎呀，就算過關咧。下一題呢，我先來問看吶，利用上你結婚幾多年？35。哎，數字不一樣，數字。等一下。是不是剛才有說那個答對要親一個？親一個。
度。你每一題都蠻有難度。下一題呢，我先來問看吶，兩三年結婚幾多年？35年。哎，數字不一樣，數字。等一下，這個有點狀況。誰的時間比較久？沒有啦，我還沒有講完，還不到40年。懂不會賺哦，懂不？求生欲很強。我想問個簡單的，誰追誰？來，請作答。我追他。這個簡單嗎？一致認同嗎？簡單。好，那大概就是類似像默契考驗啊。對啦，好，背對背擁抱。哎，好，先背過去。好，來看一下 T 黑馬雞呢，老婆最喜歡的一道菜黑馬雞。有限時哦，不能想到天荒地老哦。那個，哎，我先跟觀眾朋友講，他們開始寫的第一個字就不一樣了。沒有，看我們這用畫的，我們這用畫的。哎，別，好，我提示你，這道菜哦，發動都有時間，顏色。不，對，這毛啊，看沉。啊，做的攪翻呢？對。8、7、6、5。有些減肥的不敢吃太多。好了，來，我們看前面的鏡頭，來，1、2、3，請開牌。滷肉肉燥走對啦！哎，你們小孩都比你緊張。好，這是有2題嘛哈？對，怕同車來不同車回去。好緊張。好，第二題，好，來看下題目，黑馬雞。你踢。好，哇，這個好難，完蛋了。這很簡單。確定哦。結婚紀念日是哪一天？就是說幾月幾號嗎？要算登記的還是請客那一天？請客好，請客印象比較深刻。請客的那一天，還是你們記得的任何一天？全部寫得出來，我可以。記得任何一天都可以。請客啦，辦桌那一天。太久了，可能也忘記了。不然這樣子好了，寫哪一個季節？就春夏秋冬。哪一個月份？哪一個月？結婚在哪一個月？好，哪一月？如果記得那個日也寫一下，因為我覺得會比較好笑。月啦哈，月就好了啦。因為可能連月都會寫不一樣。不會。好來，可以嗎？哈，好，可以。3、2、1，請搶共譜。恭喜答對。但是是幾日？你們要不要回答看？76年10月24。哦。不是啊，沒有人確定，也無法考究，無法考究。你說了算。是真的。用提風作為。好幸福啊！是不是剛才有說那個答對要親一個？親一個。等一下，可是因為志武哥不方便，只能慧芳姐親過去。好，來，親一個。恭喜風吹的都是福。3號來讓吹。不是蓋的。OK， 好來看一下哦。下邊呢，那個鈣質最多啦，哈。A 係櫻花蝦乾 ，B 係牛腩 ，C 係五步哎。最豐富。徐品感覺從頭到尾都不知道。我先把蓋。有難度。你每一題都蠻有難度。對啊。問小朋友感覺像徐品凱西這些不你補改啊是嗎？小魚乾。哦。哎。徐品吃怕了嗎？沒有，也沒有很常吃啊。牛腩啊，牛腩比較多，但是應該。好，3、2、1，向前走。小魚乾。好，堅持初衷，來看一下正確的答案。嘿。A 呀，其實係印發蝦乾。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假使就係100公克來講哦，印發蝦乾呢，它的鈣含量有2859毫克。剛才講到牛腩哦，你吃都係淺夠的哦，大概只有它的1/30，只有104毫克甜甜。天哪！差凍豆，所以選印發蝦乾對身體，哎，對身體很貴。它貴的較多鈣啊。好，唔怕。最後世界末日了喲！節目啦，瓦薩比。瓦薩比。好。來看一下哦，這個瓦薩比呢，為嗆到的時節哈，流木子，哎呦哎，做得較夾的，舒緩不適哈。A 係啉檸檬水 ，B 係老醉白開來 ，C 係黏蛋屁股。應該，慧芳姐想講係 A。
是不是很多人唱到都在？會，那我不知道。嘴巴張開，為什麼？那個是坐飛機吧？我真的不知道。你還沒目的哦。你哦，誰剛在唱調？差不多按你設的時間會唱。對。也沒有特別的解決方式。親嘴啊。哎，用。嘴巴張開好。好，喊係嘴巴張開，而下係2-2哦，看下最尾一題正確嘅答案係 B。嘴巴。我們沒有影響到他。山葵的嗆哦，那辣椒的辣哦，完全冇強用，總得靠些甜分啊，也係些蒜啊，來改出來辣味哦。所以也不要用什麼糖啊，中和這個嗆味，因為會嗆得更厲害。所以每一個放些了，就會讓你嘴要拔開來，把這個鼻啊、口啊維持它的通道暢通，就可以讓它舒緩它鬆開。哎，恭喜恭喜！風錘亮線了，紅隊贏1分啦，哈，3分，藍隊2分，冇問題，先恭喜。超市選菜咯。好，我們來看看推選5道菜。日本啊，日本啊，日本，全部都日本。這都是日本帶回來的。然後係飯也是。台中。啊，然後係茶米白毫烏龍茶。哦。北埔嘅控風茶。好，韓語咧。然後係花中卷。啊，然後係日本刀嘅。這重點看好久。然後咪日本刀嘅台沖嘅。哇，特地從日本來整1、2、3、4、5號嘛，哈。5號咧。好。哇，很期待哦。都在做的編發出哪料理呢？來看一下師傅編發嘍。師傅上菜了。好，Donkey 泰師傅做的中麻編發特別有這個，你看日本帶回來的大蔥，還有茶哦，葉菜。誒，然後重點嘅茶吼，他們講到出名嘅。出名係咪？係啊，按到美人茶燉飯。燉飯不是泡飯。誒，然後意思是講日本嘅茶泡飯，那改良變形到該是燉飯。哦，意式的這種。啊，然後該東方美人茶。又得名呢哦，很貴。按個對了哈，那我們不先品名嗎？做在品茶。好，我等下先擦，放去浸下，從你那對第波卡底下泡茶裡面。你這個是第2泡嘛？嗯，第2泡、第3泡了，因為你那裡要不主要是因為茶色。哦，所以葉菜摩擦第1泡、第2泡摩擦。差不多2下摩擦，你泡那個清茶、水茶、清茶哦。啊，然後讓它切片，切片。然後挑做咧去，然後挑啲料，哈，然後挑啲料。哦，也唔係。然後哦，阿姨啊，聽一下，一開始咯。哇，這個大蔥太過癮了吧！日本嘅台蔥係合甜。合甜。那些龍珠嘛，龍珠嘅木珠哦。龍珠係嘅嘴巴哈，腰那腰。好，然後要，你做啲雪看嗎？做得是啦，可能是甜的，佢老街台灣的蔥檬可能佢係甜的，不會有嗆味嘅。然後台蔥嘅先不給白香。那因為蔥嗆麼呀？等下不用淡薄，全部都要用，插上去這樣。摸炸海，摸安樣種啊啦，像你熟嗰時安樣，no 安樣。啊 no 嘅目的係唔同，好看。帥，冇啦，要唔要會跌水啦？啊，冇跌到鬼作紅啊！再幫你炒一下。哇，你們對茶道也有了解。用茶水做的葉菜這件事情是從燉飯用的，因為去日本做那又是道該茶泡飯。啊，茶泡飯佢係用日本的綠茶。啊，來台灣是上而家上菜色時間，哎呦，你做得用該北部的。碰風茶，碰風茶是東方美人茶，來去做這道菜。那就是重點。師傅嘛，切幾多？好，按樣說好咯。哦，受精樣呢？真的很可惜耶。啊，可惜哦。擺一盤要插送你。可能啊，你啊挑選朋友啊，因為挑鹹蠻熟。太對。樓底有米酒嗎？唔是。啊，鳳哥。茶水啊，除了拿來做泡飯，還有燉飯，還做咧做乜嘅？做乜嘅？煮雞湯。雞湯咪
俺唔是主角啊，俺所以俺唔知。哦，俺蠻上道吼。那推翻師就捧鳳茶做得入菜哦。其實嘛個炒是做得，因為佢個項目下項，得做得皮票。佢老街借個紅茶老街青茶重片。行哎。因為倆炒米又得特獎。哦。哦，倆盤食都下雨。你飯是用比較好燥的。也係月光米。哇！那燉飯的意思係講，你哋可以加起司哦。是本去上愛到哋個做個台灣叫做稀飯，啊本去煮下燥掉，啊西式按到燉飯，啊日本叫做茶泡飯，日本是按原始做得起的，倆炒是做得起的。啊師傅，你的炒米啊，跑過去以後，他要拿了葉菜放進去嗎？炒米唔是啊，因為佢個是到佢個口感好，哦，做得擺到醬醬。哦，好的。你講嘅係做湯就是得嘞，麵包就可以。打比水嘛，你去伯爵嗰種嘅麵包啊，你看你要差唔多重點會好咧，對吧？是差唔多好咧，啊你啊一點冇變落去，啊等下好嘅時一點冇變個板塊。有一碗重點還沒有放好。吃最快的是桂梅姐，太香啦，忍不住就想。要給你第一個女朋友哦。節目當個喺講氣咧嘛最美嘅。哦，專業的自動專業。那是專業的紅牆。啊你啊一點冇變落去，啊等下好嘅時一點冇變。有一碗重點還沒有放好，然後係自己變了，等下等會什麼的，這是唔得煮啊，不熟。啊，豆腐卡加都有起司沒做的，起司沒是按照個焗烤法，因為它用起司好不搭配。哇，這個重點。差。蔥爆雜個點綴，現在太蔥。好，美人茶燉飯。阿娘去後勢嘍！奧本師傅嘅裝衫。本大狀都係賀梅糖，好，大家來吃吃看啊，好嗎？來。哇，可以吧？很好吃哦，可以吧？我講他們的，哦，可以，可以。公式才應該，叉水哦，不用凍豆。如果它收完，真的緊緊就像燉飯的口感。啊，不過其實都凍上該有個茶的韻味。有。啊，有個層層基源，有層層堆疊，嘅梅頭都有出。然後衝個鐵啲香梅甜，也冇嗆梅。係冇。這嘴有冇頭聽？好帥哦！係啊，前邊有真刀呢。係啊。剛剛用的。哦，鬼好吃咯。好吃哦。哦，來拜師學藝。俺也沒有拜師學藝做糯米泡。糯米泡好吃。講暗號真係是拜師學藝來台南快點。徐品知道不就是不會很容易膩，可能有茶味啊。對，它沒有那個茶香，其他有不會油油的感覺。冇。慧芳姐，你知道呢？很入味，就燉飯，跟我們糯米飯煮的差不多一樣哦。哇，最高評價！新夢。哇，吃最快的是桂梅姐，太香啦，忍不住就想。跳搖。好香啊哈！好了，連下呢成績哈，目前來講嘅話呢，差唔多，差一份甜。我說最杯麵一罐，好冇？面子要留給長起來，叫下來變起來，進行最杯麵一罐嘅挑戰。做下練功夫，真緊張嘅料理 PK 來了，兩嘴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完成一出青沙皮嘅速度菜。上來萬人做嘅料理，本人食到會前面咯，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依家自主準備好愛上菜了。好了，來到最杯麵一罐，兩嘴呢都是有備而來。你看樣嘅食材哈，現在比誰比較多嗎？對呀，你想說他們人帶那麼多？對呀。來看一下馮翠帶來一個壓軸的菜色，菜名係乜嘅？客家酸菜
乾拌麵。哦，要給鹹菜蕎麵哦，是有酸湯地圖沒有賣嗎？你要給小吃有飯有，沒有賣要吃料理有，我們就現在就是推客家酸菜，也就是客家料理。啊，你要給鹹菜去加塞去加滷的嗎？要給鹹菜係咧。改傳統嘅，改傳統嘅。係啊，至多嘅高粱就講你。客家古早味。幾萬年呢？也嘅係咧，捱潛鬼叫係潛嘅2年人哦，喺面龍潛嘅，有嘅8身人些阿婆，而樣依個人做，喺冇見咧喺上咧嗬，唔出嚟做嘅。誒，所以講嗬，我哋拜託佢做。我剛剛感謝佢。今年有得第1名，一定要感謝佢。多謝。好了，老太太講一下，最杯米一關哦，有信心嗎？有，加油！加油！謝謝，柱哥放輕鬆，謝謝，輕鬆。哦，你看下冷水的一片哦，大家買個好料，來，全面按到。酸甜一下，酸甜一下，你行嘅甜愛多咧。嘿，而且今天是有擺柱講哈。很足啦。要買個鐵撇自廚，讓大家講一下。一小黃瓜現在就86歲阿婆種誒，佢完全冇大藥嘅，他每一當月都去捉蟲誒。哦，有機的。對，他昨天早上一大，我叫他特地留的哦，要不然現在的都是這樣彎彎的，因為天氣的關係長得很醜。像這個黑木耳嘛，現在的南種的特產啊。維他命 C 的話就是檸檬嘛，還有鳳梨的話吼，它個。你看容易去食啊，對身體懂透啦。桂梅姐，你挑白走金種事哈，盡量養生啦。好，姊妹幾個有信心嗎？有。好了，2隊都已經準備好勢，馬上來倒算3、2、1，搶開始。哇，來，先快兩刀。哇，啲爆出很強哦！哎，勇敢到嘿，唔會浪費的。唔係，兩道菜係古早味呢，真的。古早味。那邊用的料理我沒有吃過，用的。我細時真係食過，像兩一間鹹菜炒麵嘅意思嘅，共同嘅意思。真的哦。兩道我學。還有上癮看唔是過。那慧芳姐，這個算是客家媳婦，你很容易長地耶，嫁進來厲害。對，我是火龍年，所以你看，佢哋個邊個豬油嘅。對 ，very 豬油哦，你先給它切下來。你先把它切下來，啊，這個是。但你用啥用來談戀愛？哦。這個不是小朋友他們知道。10月24號那天怎麼？你路方停嘅紅燈吼，啊，如果啊小姐問路，我問。真的？真假誒？問咧，伊講啊，伊帶我，他親自帶我去。對，啊，親家呢？你那是詐騙呢？放心對呀，因為我長得太善良了，笨笨的這樣。我老師啊。係啊，可能我嘅話，我帶女啊帶啲啊，就帶去哪裡？上誒，帶去回家。短度啊。係啊，啊聊天話你可以知啊你。嗰啲係你替給女朋友哦。馬總唔係講啊要天意啊。哎呀，提一張啊，最後一個。你節目當過一講天咧嘛最面嘅。專業的自動增壓。專業誒。所以應該煮油要落去泡嘛，還剪哦。先泡。我再幫你重新開火。先。還有個。哎呀，出出迄個，啊媽媽傳下來要用的冇？加很多朋友啊。一些些哦，加快吧。加快它的。慧芳姐將加過來，加下娘加有冇搞唔煮出來冇？會，真勁哦。所以你學的反而是客家料理。都有綜合。水尾煮嘅嘛，介菜，水尾煮嘅。鴛鴦粉。控肉。控肉。剛剛講的那個滷肉啦，還有那個冬瓜風哦，還有高麗菜風。你們現在需不需要再拿個白板，我們對一下答案？那他小孫女哎，那全部都是這邊的，不會上了，完蛋了，那對面的真的要擔心。沒有啦，對面感覺吃素。你得先過去開面看好咧。我們去看一下，我去救他們一下。熊棒佛手在挑緊一下。等一下，你要翁里會做嘛？該。做小涼拌。涼拌。你說這個嗎？對，本身呢，做盤。做飯。呀，做飯。哦。基本嘅菜嘅
主要的是調解醬汁啦。因為走浪灘水蟲寮就是醬汁嘛。應該係安樣樣哦。那家裡最近吃了幾顆鳳梨啦？買一箱，買一箱來練。不行哦，不一樣，用螃蟹。是。因為我是讀那個設計系。魔怪。設計什麼？完美設計完美設計男朋友。人還是設計人。對。裡面設計啦。我喜歡做很漂亮的食物。許斌有結婚嗎？冇人愛啊，用改善咯。這麼你不可能，這是他跟你講的說法。我有時佢遊覽車嘅，上面有寫個名個。給動物吃的。給什麼呀？我媽媽說冇啊。咬線嘛，係咪？我很喜歡這個。那好吃哎。辣椒哦。對，要不然它不會入味啊。你看熊貓記得，你唔懂調醬汁啊？不懂調。不是，因為目前來看起來你要是有殺青啊，記得還有殺青動作哦。可以用手套這樣抓嗎？當然，對，有手套就是要抓的。所以應該醬汁是加加檸檬。檸檬留個鳳梨啊。你咪係醬啊？用啊，你咪係做醬汁啊？汁。也是檸檬汁嘛。對，就是媽媽說要健康，不要用醋。我是用檸檬代替醋啊，比較養生啊。這個算是你們家的夏天減肥聖品。哦，你這個還有肉可以都不要我們太太，對小孩，我兒子每次吃一大包啊，我們小孩超愛的，停不下來。真的。夏天尤其你冰過的話會更好吃，冰過一個晚上是最脆的，比較會入味啦。那你真的就是切鳳梨啊？還有切什麼？他就最辛苦呢。這個想法應該是徐平想到的啦。沒有哦，你說那個是那個是他，做個球給他說。一起討論，一起討論。好，你等下多蒸軟哈。好。好香哇！面頭嘞，這個我要吃大大碗。真的。等下喊我劍龍。劍龍係嗎？佢無辣油無好食出嘛？我喜歡辣辣的。有的你唔好吃辣辣。我們有我自己做的辣椒。哦，要清淡咯。哇，唔敢用啊嘅。有沒有慧芳姐辣？應該醬汁係咪嘅醬汁？這是我自己做的九層塔。九層塔醬，阮雞肉啊，阮鴨肉啊，尤其做完嘅客家酸菜時節咯，有客家人佢好用七層塔。也有加一七層啊，改良酸菜。所以你要加落去啊，加落去煮啊。阮係咧。好嘞啊！用溫類似沾麵哦，算是它的佐醬。啊，你要做嗎？也可以愛拌麵呢。哦，但以水滾。水滾的。哦，麵要沖進的煮。好。拉麵是比較難煮。不是按懂它。叫佢煮，他要煮的時間水不要給弄開落啦，他們那個立刻用飯。不用緊張，我們穩贏的啦。唔係你講，大不了加分題就夠จิ้一下。佢見到。你們如果吃它一口，你會愛上它哦。愛上你，不是愛上這個啦。很好，酸甜夠味。等一下教我一下，我要點。不用緊張，我們穩贏的啦。唔係你講，大不了加分題就夠จิ้一下。佢見到，不會緊張啊！你後面要緊張。15顆你到另外一台去了。你趕緊來對。回來一點，好，我來這先空改謝謝。哇，你浪盤差不多了哦。所以你還有調味是錯的。調味差唔多。擺漂亮的部分。你睇電機裝嘅擺飾嘅點我裝。吃錯了。哎呀，試一下。有吃過誒，鹹酸甜都鹹，沒有酸嘅。我基本睇下看。你有幹嘛的東西嘞？你好。要。幹嘛嘅東西嘞？就鹽巴先用嘛。辣。還有辣椒誒。辣椒。糖。糖。等下我們就是利用鳳梨嘅米湯。應該要怎麼放到檸檬汁？檸檬汁對啊。係啊。蠻功夫啊。蠻功夫。蠻夠滿啦。衝進去。
很品種，這就很懂天然的這種啦，是懂天然的食材啦，沒有完全沒油的哦，完全沒有，完全沒有啦。你們如果吃它一口，你會愛上它哦，愛上你，不是愛上這個啦。那你就應該叫徐平拿去給喜歡的男生吃。對啊，他就會愛上他了。對啊。徐平有交男朋友嘞嗎？該問過嘞。哦，你老弟弟。因為我想說真實給秀發的。真給冇啊。他現在在信州公走學嘛。對。天高皇帝遠的媽媽在苗栗廣東。單身。比較好。超。嘿。自由。好，所以你差不多好嘞。差不多。頭毛豆切小白兔的嗎？冇。他現在負責擺料的。切北極熊，對。你頭毛切落去讓它。對啊。涼飯沒有一起。就糖不夠。怎麼了？怎麼了？沒有辣。冇辣。桂梅姐要跟你一樣甜。對啦，你含酸甜嘛，那個味道就要出來啊。但東西是凍多哎，是都強哎。好了，來你來倒酸了哈。煙囪馬上來倒酸。10、9、8、7、6、5、4、3、2、1，時間到，馬上出來試試看那最半米館，乃木卡米西卡站到嘍。我們今天給趙三哥，真差嘞，真的。這組合太好了。對啊，現選浪拍還是現選麵哦？先是麵啊，先是紅隊的。好，先吃我們紅隊，好香啊！哇，好好，原來他們家好好吃哦。辣椒一撲出係靈魂。哎，我專業不卡做的奇款呢。原來你說古早味的這種鹹菜炒拌麵就愛用個梅頭。很棒，好吃真的。防護色，你們有吃過這種拌麵嗎？鹹菜拌麵。懂燒。哎，沒冇，我們去吃過。一般涼麵那些都是鹹菜桶啊。對，喝湯的比較多。他連麵條都選得很好。你講人上來在台南，推廣客家菜，推廣客家菜。因為台南有很多美食。人哋不只有一個早的，嘛有雞湯，相同的用的呢，客家鹹菜做的。哇！早點下來試一下，這個清涼一下，還按度涼嗎？酸甜。哦，酸甜一下，排酸甜一下。哦。那姐姐還有些只有鳳梨。真的會回不去，停不下來，便宜，全部都原型食物，是不是會一直？你還有雜的，你還有。我都怕吃做一太盤，你還講個幫我來講講啊。哦，防護色真嘅。這個比我的比賽，都是選項寬後寬的。我在當位煮呢，漢堡問題咯。好啊，應該。是漢堡，等下就來。志武哥，你吃有樣板呢？後色比較解膩啊。如果夏天吃的話哦，很清涼。慧芳姐，偶露一下。很好，酸甜夠味。有點。等一下教我一下，我要減肥。不用啦，哦，兩邊哦都做得互相來交流一下，因為大家都非常的滿意。頭天哦，係風吹散粉、攬出涼粉，到底結果營養版的夾夾來看哦。哇，真嘅係好食咧！我兩樣菜都吃兩碗，唇齒留香啊！吃了。好，啱個時都係上肉片咧，嗬。先來拌風吹，像拌粉酥。慢慢好咯，攬住鴨兒來了，大家可以看下攬住地道幾多粉。4分。可是這個也很好吃哎。沒有，我講一下，講一下。你沒有減肥的需求嗎？對。我先說。好。今日無法度講無，你選用好食無好食的，因為已經超過好食的。哇，太高的評價了吧？因為後生人應該唔是食過。好好吃。我食落去哦，時光回流啊，所以講我都很嘥時間。係啦係啦，直接逆齡。會想到阿婆。跳。我是想要再吃。呢片都較後生啦，食起來嘛當好食，唔過吼愛無食按辣，另外工人無食特辣，愛都燒有酸酸啊，唔過好食
健康，也係重點。來談談下阿鳳哥。好，要麼不然紅豆紅豆粉，今日食到從因個細時的食到個酸菜炒麵的，全部都會出來哦。啊，有加咗荷包蛋，今日凍我食哦。啊，另一片呢，今日稍微不能用慢蒸嘅。其實你要做個醬汁的時間啦，你做個湯，然後檸檬汁攪到個原地步。是哎呀，唔是落去做機啊，輕輕拌時候，因為你看哦，應該往你切到個按醬，不然按做個種個扁形的丟出水嘅。哦，還有一條是講吼，你當不做不用該腰果沒做，腰果吃到沒有熱量啊，實在沒有熱量，是正常的。兩邊都做得到哦，是嗎？兩邊都懂好，都懂你。啊，唔講不管第一名、第二名，攏講特別第二名。今日禮物到暴增年的少女心噴發。我今日最睇嘅樹葉就係顏色太假，所以要結緣。還有個點解大家朋友含在面啊，本帶轉去打包。哦，謝謝安子生，好吃。好，馬上嚟就了頒獎嘍！太開心了！今日真見到大家10分的優勢咯，成績已經出來了，馮翠呢得到9分，南翠得到6分。先來恭喜馮翠，我慶祝哦，第1名。沙地卡女睇家食藝啊，差不多1分鐘哦。今天的電路名凍瘡咧，咁啊到吉朵拉系列草莓甜心太陶瓷不沾炒鍋組，少女粉紅，愛漂亮的那都愛醬哎，青蒿粉紅色，對，它設計系的，我們家都超愛粉色，更很漂亮哎，哇，今天皆大歡喜。先來請你慧芳姐哦。你喺幕後很大工程哦，就是本太太都按好些東西，然後太太分享一下你要不要參加心得？很高興來參加一家之主，分享一下客家菜，很開心，很高興來家認識大家，謝謝。啊，嘿呀，剛剛好你又全家可以出遊，對，來玩。那我們志武哥也老太太分享一下各位歡喜客家電視台一家之主有邀請我哋來一個。哦，主菜分，跟大家分享。哦，我希望講吼，今仔客家話能夠推廣出去啊，後生誒盡量學客家話。多謝多謝。好。後生你那種會講客家話，去到泰國睇見人家。我傾訴。唔使錢。唔使錢。是麻油煎蛋唔使錢。哦，麻油煎蛋唔使錢。真嘅呢哦，我們所有觀眾朋友都會有哦。那有問題？講客家啦，只有1粒嗎？只有1粒？講2粒2粒。沒1粒麻油煎蛋要2粒。每個人都有，不限定一桌一個，就是每個人都講客家話就可以。講一句，沒給你講一句，送4粒。哇！可以澎湃的，你們講下去，跟某一個都緊張，因為真正的老闆是他，成本是他在賺。在哪裡？好啦，打下來問一下吼，許平，今日老阿妹扛下來，心情怎麼樣？同歡喜來到兩片，做菜本太假色。好，可以講多一點。這個走對了，任務完成。從這邊的體驗來，對，然後也很開心可以跟媽媽一起來這樣。因為出社會以後，每棟小就機會就得讓阿妹扛下。忙啊，都會動車扛下全家人一起出遊。我們的家庭互動很好，自由業啦，所以常常跟媽媽一起。懂自由。懂自由。所以今天帶媽媽一起來，媽媽有開心嗎？動槍哦！本來前幾年啊，很去可以推薦嘛，都說唔得啦，幫唔到。不後來來見世面呀，懂吼？他們認識很多朋友，呈現還貴，他們都很好啊。大家來結緣啦。也可以看這個。他家在南莊的。媽媽是導覽解說員吶。啊，本來都遊客中心做導覽解說員。真的歡迎大家來到南莊豆豆來聊一下哦，歡迎大家。什麼開始㗎？今日呢，大家都打工來到你節目當中，實在有好教冇？我教。好教哈，那你爸會過來冇？
韓國來哦，黑回來就還送了來哦。對呀，來到上癮了。對呀，上癮了。哦，歡迎所有好朋友，無論你係台灣來到嘅哦，各地嘅客家人，歡迎大家來報名。依家資助帶你去下來報名，分享全台灣各地嘅好美食，我哋下禮拜再見。上多啲。